台中市长罗秀燕今日宣布，台中嘛要起造大巨蛋，地点就选伫咧水南经贸园区，希望会当起造一间至少会当予3万人入场的大型多功能场馆。这个案子呢，是由民间的投资人根据促参法自提 BOT， 那地点呢就在我们水南经贸园区里面的创研1这块用地。这块地之所以会确评中选，符合我们之前所提的4个期望，它是一个完全素地，那不用征收，上面也没有任何需要拆迁的地方。罗秀燕强调，这地点是符合用地单纯、面积有够大、交通嘛真方便，因为未来会有2条捷运的站点，而且塞车去到高铁站、台中机场只要半点钟，也阁有真好的商业投资性，这是用来起造大巨蛋真好的地点。